还提醒我，我姐朋友那儿有个相亲大会，但估计你们也不去，算了。嘿，周林不去，我去。谁说我不去啊？思怡，你放心，我肯定不去。那我去。好的呢，那你去那儿干嘛呀？结识新人啊！天天跟你们几个在一起。那思怡去，我也去。去。你们都去啊？那你加班。凭什么我加班啊？都去啊？都去，那就算团建了。哎，这么说，你这也太抠门了吧？姐，你说我们是先点菜呢，还是等你家俊俊来了再点？呸！你家的俊俊，我家的不就是你家的吗？你再多嘴，我就不让你在这儿陪我了。哎，别，好不容易蹭顿饭吃，你是不是怕一会儿来个大帅哥，嫌我在这给你碍事儿啊？1号女嘉宾，我想采访你一下，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呢？没有择偶标准，总有个方向吧？是喜欢风流倜傥的，还是英俊潇洒的？都行吧。最好是孝顺点的。一点个性都没有，活该嫁不出去。你是不是加他微信了？看他朋友圈。看人朋友圈干嘛呀？侧面了解一下他的性格嘛。啊？有微信。是何俊，他说他有事不过来了。第一次约会就放鸽子，这一看就不靠谱，言而无信。哎，我跟你们说，一会儿你们看一下那边的场地，感觉还缺点什么，去看一下。来，喝口水，喝口水，热了。哟，他们来了。哎呦，你们总算来了，我这都快忙死了，出了一堆状况。啊，对了，来，你的号码牌。我说你的。音乐，我们的牌儿怎么跟他们的不一样啊？你们这都是临时的，人家那是有会员编号的，是相亲网站的登记会员。哎，你俩现在呀，跟我一样，都是临时会员啊。行啊，你林雨，真有奉献精神。哎呀，非常时期嘛。哎，欧叔，你那些朋友们呢？我一会儿就到。行，那我先把号码牌给你们，到时候你直接给他们就行。臭丫头，我先陪你进去。行，收着点啊。陪着欧叔。好嘞。哎，你有啥事儿你就叫我啊。哎呀，知记得多道了，喝水。知道了。别被男人骗走了。你现在有相亲？我这儿。林雨，哎，来帮个忙。行，你坐着啊，我先去。啊。你找到相亲对象了？我呀，又回来了。说话。哎，陆叔，你的兄弟来不来了？我说不用太堵了，晚点。就是你们的号码牌，按照号码找座位就行了。哎，你说像我这种级别的优质男生，这一进门不就得被生拉硬扯？你呀，只会拉扯别人。闭嘴吧你俩，快点的。行吧，咱们进去吧。好了，走。
爱情是灯，越多越亮；爱情是河，越流越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非常荣幸为大家主持本次活动。首先，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自己和今天所有到场的单身朋友们。相亲是古老中国流传下来的习俗，单身男女们在月老的指引下相识、相知、相爱。今天丽舍会计公司将担任起月下老人的角色，欢迎所有单身朋友们的到来。我看到大家已经按照号码找到了席位，在每位男士的面前都有对应的女士，你们有3分钟的交流时间，可以自由交换联系方式。时间到，钟声响起，每位男士将换到自己右手边的座位。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相亲活动。你叫什么名字？啊？什么？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叫秦云。这就没了？你的自我介绍呢？我也没怎么准备。什么人呢？这才刚开始就惦记上人家工作人员了。啊？你说什么？没什么。我再强调一下，我叫秦云。没想到咱俩聊得这么好，今年其实这个我就觉得咱俩特别合适。今年30。对，李小姐，我赶紧留你的手机号，扫微信。我没带手机。各位男士，时间到，请各位男士抓紧时间换到下一位女士的面前，为大家节约宝贵的时间。快点，留手机号呢？留什么手机号？都等着呢。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李小姐，这是我名片，给我打。客气。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你不是在跟我搭讪吗？做个自我介绍，我叫何俊，俊是英俊的俊。何俊。你刚刚说你是做什么的来着 IT。哎呀，巧了 ，IT 我熟啊，就写代码对吧？黑客帝国那种，001001，对吧？哎呀，你看咱俩可真有共同语言呢。我觉得咱们可以再发展发展试试。其实我觉得阿姨挺喜欢。你就是李舒阳。哈，之前的事儿不好意思，因为没见过面，所以不想浪费时间。但是这么巧，能在这儿遇到，那我们不妨就相互了解一下。好。哈，李小姐别误会，我本人不太提倡相亲的。这次来呢，是帮我朋友的忙。像李小姐这样的人来相亲，应该没见过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吧？咱俩还真是有缘分。是吗？我眼拙，没看出来哪有缘分。哎，缘分嘛，就是那么的妙不可言，说出来就没意思了。不瞒你说，第一次见你，我就感觉好像胸口啊有一只小恐龙在乱撞。像李小姐这么端庄，一看就旺夫，招财呀！哎，是不是该换了呀？时间到了。怎那么多事儿呢？到时间了。没说完呢。
那个，我们还可以深入的了解一下，就是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各位男士，时间到，请各位男士抓紧时间换到下一位女士的面前，为大家节约宝贵的时间。常大乐，你干嘛来了？我相亲啊，那你相去啊！这不相着呢吗？你有病啊！那你自己聊吧。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38号男嘉宾，我叫常大乐，是新艺科技的产品经理，现年25岁，虽然说现在无房无车，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平时喜欢看美剧啊、英剧啊。常大乐，你有病吗？正儿八经相亲，我有什么病？你老这么耍我，你有意思吗？没耍你，我说真的呢。李小姐，改天我们一起吃饭，你有我电话的。哎，李小姐，加我微信，微信同步那个名片。哎，你看你这猥琐样，还说你在那儿姐，刚那人看着有点眼熟啊。这不就是给你看微信朋友圈照片的那个笋干吗？好了，我们现场各位单身的朋友们，我们可以稍事安静一下，好吗？心与心的碰撞，迸射出璀璨的火花，爱与爱的交织，结出纯洁无瑕的真情。看来大家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已经找到了最心仪的那一位。丽舍相亲联谊会到此圆满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喜欢的是没有，反胃的倒是有几个。啊？李小姐，你好。你好。我姓林。哦，我叫何俊。你好。朱瑶，我刚才想了一下，以后像这样的场合，你就不要参加了。咱们有微信的，记得把握这次机会。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真的是不多。是的，是的。改天我们一起吃饭，打电话给我。不是，啥意思啊？这人也太自来熟了吧！哎，你知道有多巧吗？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后来那人放鸽子没来，就是他。你们俩还有这么一段孽缘呢！哎，但是我跟你说啊，你离那人远点儿。你看他刚刚身上那号码牌了没？那可是相亲网站的会员，相亲的钉子户，小心他盯上你。哎，这可是你说的，我才是 CTO。不是，我说了，我们再商量，还是这是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我是 CTO。刚才那是刚才。哎，陆叔，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评评理。怎么了？刚才周林和张宇说了，华阳是 CTO。哎，刚才那个是特殊情况，对，真的就特殊情况了。是啊。哎，行了，你就是 CTO，你 TO。对，你看陆叔都说了吧，我就是 CTO，你给我给记着了啊。你呢？有遇到什么心仪的姑娘吗？这刚才一直陪司仪聊天呢，根本就没看。你有病吧？别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啊！不撵你一个不可。对，IC，走吧。偏不偏？哎呦，韩子墨，
你来的挺准时啊，这都完事儿了。我可是有原则的人啊，坚决不相亲，帮忙也不行。我用我的灵魂支持你的工作。拉倒，你可别支持我，你支持一下咱们出瑶吧。怎么了？我跟你说，今天老多人要他联系方式，可抢手了。就是尤其那什么何俊。哦，到底怎么回事？你赶快跟我说说。就是那何俊吧，我跟你说，他太奇葩了。不说。哎，老叔。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嗨，各位小朋友们，今天林雨姐姐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啊，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谢谢。没事，我朋友们自己也想来，我们就当休假了。行，那我请你们吃个饭去。好。哎，不用了。我们还有工作是吧？哎，李洛叔，你这是在压榨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可比你勤恳多了。咱们这新产品啊，是新媳妇儿见公婆有的忙喽。哎，行了，这饭以后我请。走，行。走了。拜拜。哎，那我们也走了，走吧。哎，我刚来你就要走啊？你是刚来，我们都待1天了。走了，拜拜。拜拜。到底怎么回事啊？没事。你再说一遍，那人叫什么？何俊。那小子胆儿挺大呀，他敢跟我抢初瑶，吓死我！韩子木，我跟你说，这事儿你谁也别怪，你又没有追人家初瑶，那人家怎么就叫抢了呢？我提醒你啊，人家初瑶他妈妈都开始给他介绍对象了，你真的不能再没有动作了。再怎么着，你得先阻止那个何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先清扫一下前方的敌军和障碍，你懂不懂？有那么夸张吗？情场就是战场，你以为都像我一样这么容易被你骗到手？嗨，你是最棒的。行，我知道了。回来啦？我听你王说你跟小何见面啦。怎么样啊？人家小何可是觉着你还挺好的，说可以进一步发展。我姐那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你别说话，我在跟你姐说呢。就是人小何说你有一点冷冰冰的，不太够热情。我姐那是外表冷漠，内心火热。闭嘴！你下次要是见小何的话，你看你能不能稍微温柔和善一点，微笑笑一个给妈看看。妈，你笑一个给妈看看，笑一个。孩子怎么笑的这是？你给妈笑一个看看。这都怎么笑呢？这两个孩子这。喂，你好。你怎么连人家号码都没存啊？啊，你是哪位？我是何俊啊。哦，不好意思啊，我忘存了。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你想这种事你要多上点心。好男人多难找啊，何况像我这么优秀的。哎呀，算了，先不说这个了。你晚上有空吗？我正好知道这附近有一家自选麻辣烫还不错，要不要一起去试试？我晚上没时间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在开会呢。哎，调皮。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在开会呢。初瑶，你跟谁说话呢？哦，是你啊？怎么了？你以为是谁呢？我以为是。怎么了？是不是那个何军他又来找你了？你怎么知道啊？林宇跟你说的。你别管谁跟我说的，初瑶，要是那个何俊再来找你的话，你就告诉我，到时候我来。这样，下班我去找你，我给你出主意，啊。何俊，接。不接了吧？喂。喂，瑶瑶啊，你下班了吗？啊，怎么啦？没事儿，没事儿也可以多联络联络嘛。我感觉你人还不坏，虽然有点小瑕疵，但是我可以包容。我何俊一向以德服人。你周末有空吧？我正好有2张4季高尔夫球场的门票，我带你见见世面。周末呀。好，就这么定了，不见不散啊！哎，我去，这小子也太不要脸了吧！啊！去。我不去。去。干嘛？过几天我们产品发布会，想邀请你。好呀，正好我去看看我弟有多厉害。嗯。哎，初瑶，哎，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位是？啊，这是我的高中同学韩子墨。哈哈，我们今天是过来打球的。哦，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你是？我叫何俊，俊是英俊的俊，是瑶瑶的准男朋友。那我怎么没听初瑶说过你呢？啊，瑶瑶她比较低调，我也不是爱张扬的人，但是早晚的事儿啊。既然大家都是朋友，感兴趣的话，进去打两杆。不好吧？而且我这个，哎，瑶瑶，你等等我。瑶瑶，我跟你说，高尔夫球是真的有研究。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稳准狠。看好了啊！这小子还在冲大头。滚！韩先生，我还是习惯用自己的球杆。韩先生，您上次的发球码数已经达到我们排行榜的前3了。前3是多少啊？271码。还不够远，还得再突破。行，来试一下。你们打吧，我不会。没事，我教你。那我先教你拨杆姿势啊。那双手握。这个手呢，放在这儿，这么抓。那个双脚以肩同宽，然后尽量向重心稍微带一点，然后发力。你要考虑它是否符合主题，然后还要看看对手的放弃啊什么放下了。
小黎，先别忙了，跟我去趟董事长那儿。啊，好，我先过去。进。韩总，您还有什么吩咐吗？哟，你们来的正好，还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啊，要交给你们俩去办。这个再过2天啊，就是杭州科技展了。参加这次展会的公司和人员的实力都很强。小齐啊，你也知道，咱们公司最近这个项目比较单一，所以我希望你们俩通过参加这次展会啊，能够寻找到一些有实力、有创意的初创团队。初创团队懂吗？我明白。如果项目合适，可以考虑合作。我知道了，韩总。能完成吗？当然。行，去。吴总，杭州科技会展在2天后举行，听说新艺科技预定了现场的小舞台。这上面有我们的技术，还有这是我们的这个技术优势啊。谢谢啊，谢谢，技术最大优势啊。谢谢。怎么样？准备好了吗？都调试到最佳状态了。我看今天人还挺多的，一会儿体验的时候大家耐心点啊。我办事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把客户当成亲爹亲妈一样伺候。哎，张志远，他堵路上了。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他要来不了就麻烦了。没事儿，实在不行我上。我陪你一块上。哎，我嘴皮子不比他溜。你清醒一点。真不比他差哎。新艺科技了解一下，我们有3大优势啊。哎，新艺科技了解一下。新艺科技哟，大乐，大老远就看到你了，怎么在这儿发传单呢？谁呀？我们俩很熟吗？干嘛呀？真是。谁呀？刚说跟我一起做项目，偷了我的创意，想自己单捞一笔，结果搞砸了。后来投奔我亚军了，咱们小心点。哟，这不是新艺科技的李总吗？李总，你这么忙还亲自发传单，挺不容易的吧？不过也是啊，小作坊嘛，没有实力，也没营销手段，更没什么推广平台，确实只能发小传单了啊。大乐，好好发传单啊。我哎，算了吧，别和他一般见。新艺科技了解，谢谢啊。啊，新艺科技了解一下。吴总，吴总，你好，这是我们新艺科技的新产品，了解一下，谢谢。你好，新艺科技了解一下，新艺科技了解一下。哎，我们的技术啊，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哎，你好，新艺科技了解一下。这个呢是我们新艺科技的最新的手环，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产品介绍。当然了，我们的技术优势也是在市面上非常领先的。哎，来，这车还在路上堵着呢。哎，行，你别解释了，你赶紧去换衣服吧啊！下。我怎么感觉这宣传册发了一点用都没有？别着急嘛，这来看会展的人呢，都喜欢看帅哥和美女啊。到时候我们俩往台上那么一站，保证是
宾客们。哼，嗯，你就算了吧。我怎么就算了呀？你充其量就是个蜡像。蜡像？蜡像也是有人合照的吧？罐子挺好看的啊，谢谢啊。小黎，作为姐姐呢，我还是要跟你说几句。我们来这儿啊，不是跟人说对不起的，更不是给这些毫无前景的公司做慈善的。你需要做的就是擦亮你的眼睛，把精力放到寻找好的项目身上。这个我还是先留着吧，说不定到时候有用呢。你来之前就应该像我一样，好好的做做功课，就不会浪费时间了。楚瑶，哎，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正式啊？我这不是来给你撑场面的吗？包挺大，挺沉的吧？我帮你背吧。啊？你背还挺合适的。小韩总，啊，你怎么来了？我来随便看看。楚瑶，我带你去2楼看看。走。啊。新意科技的最新产品，来了解一下。这是我们最新研发出来的智能手环，这屋里边的所有设备都能跟着你。好，新意科技的最新产品智能手环，了解一下。最新产品智能手环，了解一下，随时随地监控您的心率和血压。好，新意科技最新产品智能手环，了解一下。智能手环，了解一下。是新意科技的展厅哎。新意科技，没听说过呀。你居然没听说过新意科技？你别看是小公司啊，他们掌握着很多大公司梦寐以求的超前技术。要我说，新意科技值得一看。是吗？走。欢迎大家来到新意科技的展厅，我是来自新意科技的罗叔。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款健身 App Body Scan。我们希望通过这款 App 能够改善大家的生活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配合我们的硬件去推出一套完整的系统，希望有兴趣的投资商可以来关注我们这个新的创业团队。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创业团队的所有成员来接受采访。您是否能为我们展示一下 Body Scan 的产品模型？想体验我们产品的朋友，稍后可以留下，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带大家全方位的体验。据我所知 ，Body Scan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被国外的 Magical Technology 公司所关注，然后这个时候他们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是9.6分。这个时候你们在国内又表现得非常低调，请问是为什么呢？首先感谢这位记者朋友对于我们新意科技的关注。我想这大概是国内外理念上的差异吧。
但是我相信，今天发布会结束之后，我们在国内同样会受到极高的关注度的。不知道新艺公司对投资者有什么要求？只要是合适，我们都可以合作。初瑶，快把他们写进名单里，他们真的很不错。没问题。这是我们公司总裁助理齐烨，我弟弟李洛书。你弟弟？初瑶，你怎么不早说呢？李总，刚才的演讲真的太精彩了，我相信新艺科技一定是这次展会上最优秀的初创团队，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合作。谢谢。长得这么帅，那么有才华，真是难得。齐烨，齐烨，你不去看看其他公司的项目吗？不用了，我相信新艺科技就是韩总要找的合作对象。你这是被美色迷住了双眼吧？我比你了解我爸，小心我爸骂你啊！谢谢小韩总提醒，小韩总真是太体贴了。那我现在就去。初瑶，我们走吧，时间不够了。那我先过去了。瑶瑶，我们又见面了，是不是很有缘分？你怎么在这儿啊？哈，我回去仔细的想了想，我都想好了，房产证上可以把手拿开！你松手！你别以为我打不过你，还来劲儿了是不是？赶我走！粗鲁、野蛮、暴力。来，干杯！干杯！啊！那我说两句啊，那个今天大家该吃吃，该喝喝，但是明天还得回去努力工作啊。今天展会上，咱们的 Barley Spa 展示的效果非常的好，你们也都看见了，有好多的这个投资人呢都盯着咱们呢。那个韩总，是啊，我在这儿就能代表咱们公司负责任的说，如果龙翔出手的话，咱们一定优先和你们合作。你这句话说的 good， 就冲你这句话，回去啊我也得做我爸功课。不过前提是你们的产品必须得棒。来，我们喝一杯，敬大家一个。说嘛，这是。吃了，能吃了吧？吃，谁客气？新艺科技在本次杭州科展会上大放异彩，成为众多投资商和媒体驻足的对象。下面有请新艺科技的李总上台为大家做介绍。欢迎大家来到新艺科技的展厅，我是来自新艺科技的李罗叔。老黎，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款健身 APP。你快来看。领导什么指示？我们希望通过这款 APP 能够改善大家的生活方式。接下来也会配合我们的硬件推出一套完整的系统，让有兴趣的投资。你关了干什么呀？不是那个，你肯定是看时间太长了，眼睛花了。你歇歇眼睛吧。怎么会啊？我明明看到。不是你，咱儿子在学校考试呢，你忘了？他没事跑电视里边干啥去？对啊，他今天是应该在学校里考试啊。对呀，那但是我刚才，我得打个电话问问。哎。是吧？来，吃。带我一个。什么带你？喂，妈，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好，这就回去。妈怎么？妈找咱们俩。那咱走吧。哎，那我送你吧。哎，你喝酒了，我们打车回去就行了。走了，拜拜。拜拜。走了，拜拜。路上小心啊。
我就说你在那儿晃悠什么呀？晃悠的我这头直疼。晚上吃多了有点胀胃，溜达。是出城回来啦？是不是出城回来了呀？是。妈，哎呦，怎么了呀？我们一接到电话就赶紧回来了。啊？妈，您瞪我干什么呀？今天去哪儿了？楚晨，你现在太不像话了啊！你不上学校考试去，你跑展会干什么去？啊？你居然学会逃课了你！啊，我们今天考试临时改时间了，所以约着一起去展会看一看。那你怎么没跟妈妈说呀？这临时通知的，我也不知道啊。啊，是学校安排的呀？啊，那你看看，学校安排的，我这妈，你今天没去，真的太遗憾了。我弟现在特别优秀，他们把学校研究的那个科技成果拿到台上去，专家都特别喜欢。啊，那个学校支持这事儿吗？那肯定支持啊。啊，你也去啦？啊。那你下次再有这种事儿的话，你跟妈说，妈也去支持你，给你加油啊！这不是不知道吗？下回再有这种活动，我一定给您安排个 VIP 坐前面。你怎么不把妈请上台去啊？上台不好，上台老得端着，我这不得劲儿。我就在台底下就给他鼓掌就行，给他加油。妈，我跟你开玩笑的，你以为真把你请上台？你就拿我这老太太，你就穷开心吧你。那个，行先说了，那个，俩孩子都累了啊，那赶紧的洗一洗，准备休息吧啊。行行，那我们睡了啊。对，怎么样？我就说咱儿子错不了。你没听说吗？人专家都可喜欢了。我跟你说，我儿子棒着呢。嘿，啊，哎呀。怎么了？一个人坐在这儿？今天实在太危险了，我真不应该接受那些记者采访。你别太自责了，不是都圆过去了吗？我相信，如果初晨看到的话，一定会为你骄傲的。洛叔，你想做什么，你就尽管去做，不要被这个家束缚。家里还有我跟爸呢，我们都支持你。我知道了。我今天在展会上看到你的时候啊，发现你真的长大了，你变得有能力、有担当，也更有魅力了。你干嘛突然夸我呀？我会骄傲的啊。你敢？你要是骄傲的话，我还掐你。其实啊，我去展会是公司派我去的，要我发掘新项目。我觉得你们很有发展潜力，我会上报给公司的。你这是想做我的金主，让我给你打工啊？做你金主怎么了？偷着乐吧你。行。你好，我们是新义科技。公司叫什么？啊，这个我叫钟经理。哎，好，谢谢你。
哎，不过我们先不缺钱了。喂，你好，新艺科技。不好意思啊，哎，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再见啊。是这样。行，是，回头回电话给您吧。好嘞，好好，谢谢，再见。什么情况？唉，有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坏消息，我还是先告诉你好消息吧。好消息就是我们不缺投资方投资了。那坏消息，坏消息啊，华阳，还是你告诉他吧。这坏消息就是，我们现在不缺投资方了。而且啊，现在投资方多的都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这可能就是甜蜜的负担吧。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夸张，也就平均每分钟5个电话，然后我们5个人打了将近2个点，也就100来个电话吧。那太好了，抓紧时间约见面啊！我们已经在做了，你都落后了，洛叔。哎，不过你现在赶还来得及。来，我们打个气，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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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黎啊，这个报告是你做的？是我做的。佳琪，报告的内容你确认吗？董事长，这个新艺科技虽然名不见经传，但是在展会上的表现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不错，做得不错。如果这个新艺科技真像你们说的那样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考虑给他们投资。不，可以投资。不过小李，你得再跟他们接触接触，啊，探探他们的口风。你回头给他一份报价表，你可以参考那个报价表跟他们谈。嗯，好。参考懂吗？韩总，你放心，我会教他的。行。大家好，您好。不瞒各位，我们是开矿的。大家都知道现在没改气，我们也只好转行做投资了。听说你们有一个项目很有意思，我们想跟帮投一点。我们公司一直从事大型挖掘机的助力业务，现在想扩大业务，请各位考虑考虑。各位好，各位好，我是开健身房的，你们把这个卖给我，以后巴黎斯坎就是我们健身房的专属产品了，随时可以签合同啊。啊，你刚刚说什么？谢谢你了。还有吗？姐，你怎么来了？接你啊，累了吧？唉，见了一天的投资方，没一个靠谱的。那我就要恭喜你了。真是我亲爹，这时候还取笑我。我什么时候取笑你了？我呢，是你今天见的最后一位投资方代表。怎么样，李总，聊聊吧。你代表龙翔啊？废话，那我还代表咱爸咱妈呀。走吧，子墨在那边等着呢。他俩干嘛？他这次可是主动要求帮忙。
陆叔，这份文件我也看过了。说实话，我爸开的条件确实挺苛刻的，这也情有可原，因为我爸对你们不够了解。不过你可千万别着急拒绝啊！我会给我爸详细介绍你们公司产品和市场前景的，到时候啊，他一定会追加投资的。那你这算是帮我们公司，还是在帮你父亲啊？哎呀，我只是不想让我爸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再说了，也不想委屈你们。谢了，甭客气，你们应得的。放心吧，有我呢。罗叔，你就再等等吧，反正也不急于这一时。两位，最后一个问题，作为新义科技的技术核心人物，不敢当，不敢当。哎呀，过奖了，过奖了。您作为科技技术核心人物，是如何突破瓶颈的呢？这个嘛，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作为新义科技的运营主管呢，我从技术层面上跟你讲一下这个问题，好吧？首先呢，再次感谢二位接受我们的采访。没什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我们先走了。哎，好。事已办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都答应了吗？你们列的问题一个不落，全回答了，而且还意犹未尽。很好，合作愉快。这真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啊！李洛书，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你辛辛苦苦为我做了嫁衣。他更想不到的是，您在杭州还有个飞翼科技。把这 U 盘交给技术部，让他们赶紧复制一份。我要让新义科技彻底垮掉。爸，我跟你说啊，哎，儿子啊，谁把你手打断了？没伤啊，没断不知道敲门啊。爸，有你这么说你亲生儿子的吗？啊，我这次来啊是有正事要跟你谈。你有正事？那还不见鬼了？难道我老韩家祖坟要冒青烟了？啊？爸，你能不能正经点儿？我这次来是要跟你谈和新义科技合作的事情。新义科技？这么说还真是正事了啊？难道我老韩家祖坟真要冒青烟了？来，坐着说。啊，当时如果你在场的话，恐怕直接就把这个项目给签下来了。这个项目爹比你清楚。你比我清楚，那你为什么开价开的那么低啊？这叫在商言商啊，傻儿子，节约就是纯利润，这么简单的商业道理你不懂啊？那既然你这么说啊，如果李洛书嫌你开价开的低，他和别的公司合作了怎么办啊？哎呀，我龙翔资本一年这么多项目，我离了他李洛书这个项目还不活了？爸，你老糊涂了是吗？这个项目值多少钱，我都比你清楚。你说我什么呢？个没大没小的。行，我给你个机会，说这个项目值多少钱？反正比你开的多。儿子，你说的太对了，哎，一定比爹开的价开的多啊！这样，我现在告诉你个办法，你马上回家把你妈找出来啊，
坐下来跟他认认真真的把这事说一遍，你妈绝对会觉得他儿子太棒。儿子，再见，别在爹这儿丢人。走，赶紧。啊，我求您了，咱关上门说话啊！您听儿子一句劝，大大方方的追加投资，把这个项目给拿下来，稳赚不赔啊！爸，你说你跟钱较什么劲儿呢？是不是啊？进来。你好，不好意思。哎，小丽，来。董事长，小黎啊，新义科技的那个项目，你清楚多少？说一下。董事长，新义科技这款健身的 APP 是一款具有颠覆性质的产品，它的计算方法使它拥有了其他同类产品无法比拟的超大数据，而且它不只是一款简单的健身 APP， 它还预留了很多出口，可以轻松对接任何媒介。我认为它的市场潜力巨大，短时间之内应该没有同类产品可以超越。小黎说的怎么样啊？棒，你也知道棒是吧？的确说的不错，但是这一定是小黎做了深入的市场调查得出来的。如果你也能把这些数据摆在我面前，这个项目我一定会考虑。哎呀，这些道理不重要了吧？但是我的目的非常简单，加钱。加钱。不过我现在啊，对李洛书的兴趣超过了对新义科技的这个项目的兴趣。我现在在想，李洛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他能让我这个不着调的、谁都看不上眼的二世祖儿子，能这么掏心挖肝的替他说话办事？小李，替我约一下这个李洛书，是我要见的。好的，董事长。我回来啦。回来了。妈，我弟在吗？在他屋里呢。啊，好。韩总要见你。那我们追加投资的事儿有戏了。有没有戏也得看你们聊过才知道啊。那我们明天商量商量。那这事儿成了，你准备怎么犒劳我？你说。我得想好了才能告诉你。哎，最近虽然见了很多投资方，但是对我们好像都没什么兴趣啊。我们还在接触其他的投资方呢。不必了。洛叔，你别这样嘛，别丧气，该来的早晚会来。如果是咱们技术上有问题，那咱们就一起想办法，对不对？哎，谁跟你说我们技术有问题？我们技术好着呢。哎，行了，你少说两句吧。洛叔，咱想开点儿，如果咱这个项目黄了，咱再开发个更好的不就行了？不必了，是因为龙翔资本约我见面了。啊？龙翔资本？这么大一个公司约我们见面，哎，那我是不是可以提前退休了？哎，洛叔，我陪你一起去，我也去。还有我。哎，别吵，听洛叔安排啊。你最有经验，你和我去吧。啊，怎么着？哎，你们说咱们这钱到手了，都想买什么呀？买车。你呢？买房。你们两个真是没出息。哎，子怡，你想买什么呀？买你的头。啊！哎，除了这个，我什么都给你买，我给你花钱。感谢韩总给我们新义科技一个机会。
哎呀，年轻啊，没想到这么年轻，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没想到李总这么年轻，就做出了这样的成绩，令人钦佩，后生可畏。来坐。那韩总，我就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这款健身 APP。不必了，你们的情况我已经很清楚了。坐。我今天请你们来呢，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认识一下。这做生意嘛，也不能只是做生意，大家还可以做朋友嘛。啊？李总一看，以后就是能做大事的人。好，爽快。放心吧，我会尽快让下面的人啊把合同拟好。到时候李总你也看一看，有什么问题别客气，只管提。我跟你说，我办公室的大门，你随时可以推门就进，好吧？那也希望我们可以成就彼此。哎呀，一定，一定。哎，握个手，谢谢韩总。那我们先走了啊。不送了啊。哎，我问你，你选择了龙翔资本，不会真的因为我吧？姐，我公司那么多人要养活呢。再说了，我不得找个实力雄厚的金主啊。不过没有你的话，咱们也攀不上龙翔资本这高枝儿，不是？哎，你小子越来越有主见了啊！那是，吃个毛豆，来点吧。吃吧。哦，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回来啦！哎，你们怎么才回来呀？哎，看看谁来了。这是什么情况？只是阴魂不散。我回屋啦，你们替我应付他。哎，楚瑶啊，你怎么进去了？人俊俊专门过来看你的，快出来，来聊天来。楚瑶，楚瑶，快出来！我以为是来看你的呢。哎，来坐这儿来。瑶瑶，展览会的事儿，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得向阿姨、向你们做一个完美的解释。阿姨是这么回事，人不特别多嘛，我就怕瑶瑶口渴，我就给她准备了一瓶水。但是人特别多，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她，我正跟她展望未来呢。我说以后啊，我们要是在一块儿，就把您接到身边，我还能照顾你。要是我们有了宝宝，就可以跟他姓。哎呦，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李小俊。你这孩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姓韩的上来就打我，还锁我喉，特别的鲁莽暴力，特别粗鲁。那他为什么突然间这样？哎，那姓韩的是谁呀？你们认识吗？啊？谁呀？不认识，不认识。伤着没有啊？怎么可能？阿姨，你别看我瘦，但是我抗揍。小的时候我练过，后来，要不然我替你说。不用，谢谢。后来我就跑了。跑哪儿了呀？太慌张。太黑，就忘了跑哪儿，太慌张，所以我来呢，就是想跟阿姨好好解释清楚。既然这个话都已经说开了，我就轻松了好多。没什么事我就走了。阿姨，哎，这事儿别跟我妈说了哦，脾气不好。知道。那个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哎，那我就先走了。哎，你留下来吃晚饭吧。饭我就不吃了。阿姨，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过2天再来看您。我走了，阿姨。哎，慢点啊。哎，这孩子怎么今天毛毛躁躁的呀？哎，那姓韩的那个小孩，你们都认识吗？妈，您别问了，你看这个何俊满嘴跑火车，怎么配得上我姐呀？
我倒是觉着何俊吧，对你姐倒是挺上心的，也挺实在的。你看今天他过来，把这些误会啊什么的都给解释清楚了，是不是？你别对人家何俊有太大的成见啊！哎，毕竟是你王阿姨家的孩子。行。哎，正好乐乐在这儿，晚上啊一块儿在这儿吃饭啊。不是，阿姨不用了，我回去叫外卖就行了。哎，外卖多不健康啊！你这孩子，真的，阿姨不用了。慢点啊！哎，那天展会上那么混乱，没伤着你吧？我电话响了，我去接电话啊。怎么那么多事儿啊？那个，你再跟我说说，他说的怎么？肯定是吧。喂，哎，楚阳，我朋友开了个电影院，里面有个 VIP 厅，特别舒服，我去接你，咱们看电影怎么样？还有这种地方啊？我还没去过呢。可惜我今天去不了呀。是不是那个何俊还缠着你呢？他刚从我家走。什么？哎，何俊这小子是不是欠打呀？怎么又去了？哎，楚阳，如果下次何俊再去骚你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我过去揍他去。哎，你可千万别啊，要不他又跟我妈告状了。不是，我今天还是老老实实的在家陪我爸妈吧。你真不去看电影呢？下次啊，你早点跟我说，我一定去啊。今天你就让秦源陪你去。好吧。拜拜。儿子啊，干嘛呢？一天都没出屋。你别打扰我，看电影呢，这很重要。什么电影啊，这么好看？那个印度人有没有说要等多久啊？是，不就是想抄袭点什么浪漫桥段吗？这你都知道？哎，你妈，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哎，不过呀，你是该好好学着点儿，提高一下你的情商，这样啊，才可以早一点给我找个儿媳妇儿。好好学着点儿啊！哎，不许看太晚了啊！你赶快睡吧。喂，听说你今天对着我家秦云倒了一大桶苦水啊？怎么想出瑶想成相思病了？你别拿我们家秦云顶缸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别开玩笑了，行吗？行了行了，看你可怜，就不损你了。哎，你干嘛呢？听秦云说你有事要请教我。在家看电影呢，看了一晚上的片了。啊？笔记做了半本了。哎，你倒是帮我参谋参谋呀。行吧，那一会儿见。得嘞。秦云，位置。我知了。啊！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再腻歪了啊？帮我想想办法行不行？我这前有何俊，后有黎初瑶他们家人，我要是再不跟黎初瑶开口的话，黎初瑶就真的要嫁给何俊了。那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我想的特别多。你看啊，这样，我把黎初瑶带到操场上，然后我在操场上铺满各种各样的鲜花，然后还有别的吗？这个不行啊，还有一个。选择一个有纪念的日子，比如说521、520什么的，然后我去黎初瑶家楼下，我拿着喇叭冲他们家窗户喊：“黎初瑶，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
做不了我女朋友，做我老婆也行。怎么样？这不行啊！哎，那我再换一个。甜甜，孩子们，你有病啊！这么多人呢，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我跟你说这些没用，你要是真想收服女孩的心，你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啥意思？黎初瑶最讨厌铺张浪费了。首先，你得知道她到底喜欢什么。他一心思为他家里人服务，他也没说他喜欢什么呀。我觉得吧，初瑶最喜欢的是他爸妈那种感情，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那种。而且，根据上次的失败经验来看，你搞得这么轰轰烈烈的，他肯定反感啊。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最担心的不就是初瑶他妈妈跟何俊吗？嗯，那你就在他们面前做出情侣的架势。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不是情侣，胜似情侣。等到时候初瑶她自己都习惯了，那你俩不就自然而然在一块儿了吗？当年我跟秦云就这样，听我的保准没错，鲜活的成功案例，供你借鉴。和我之前听秦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一切以我媳妇儿说的为准。在我媳妇儿面前，我说的所有话都是纸老虎。扶摇，你怎么来啦？我要送你上班啊。我不是说不用了吗？今天我正好起得早，开车路过。等你干嘛？啊？哦，对了，洛叔，你去哪儿？要不我也送下你吧。哦，不用了，你们走吧。啊，那好吧，好吧。罗叔，罗叔，来，哎，快点，咖啡都给你泡好。问你个事儿，这何俊到底怎么回事？跟你妈够熟的，都快成半个儿子了。他是我妈同事的，我看着也烦。对，你妈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真面目，但是留着他不是祸害自己闺女吗？那毕竟是熟人的孩子，他可能也不会往坏处想。那也不行啊，这种人必须铲，尽早铲，除之而后快。你对他怎么也这么大意思？谁人能骚扰我们家司仪的？我告诉你啊，昨天晚上要不是你妈在的话，我恨不得再收拾他一顿。收拾是肯定要收拾的。哎，你有计划吧？倒还没有具体计划。那你胸有棚子的样子，人也都想好了呢。那不得先了解了解？是啊，哎，那你的意思是？查查他的底细。查。走了啊，拜拜。你干嘛去啊？陪你上班啊。陪我上班？哎呀，别问起来，赶快走吧，一会儿迟到了。你干嘛呀？我自己上班就行了。没事。
怎么了？没事，你继续吧。哎，我他妈，你说你敢打我，弄死你！好好工作啊。这小子真行哈，把所有资料都放在微博上，自拍、生辰八字，应有尽有啊。现在广安保险公司担任销售，工龄3年。这人业务能力也太菜了吧！3年还只是个销售，一个业绩不佳的保险推销，我有办法。哎，谢谢，走了。小黎，我也下班先走了。哎，明天见，明天见。哎，下班啊？回家睡去。好，下班了。走，我送你回家。哎，不用你送我啊，我自己回去。这怎么能行？我车就在楼下呢，怎么能让你自己走回去呢？大少爷，你到底想干嘛呀？我陪你上班啊，怎么了？你用得着你陪我上班吗？你知道你在这一坐一天，人家都怎么想？哎呀，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干吗？再说了，这我自己家公司，我在这坐着怎么了？行了，你就是胡搅蛮缠，我不跟你说。再见。别叫了吧，送你。上班就上班了，回家坚决不行啊！那你这干嘛呀？你这县城的免费司机不用，非要挤那公交啊？再说了，我为了送你下班，我在这坐着都1天了。还是你们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不想让我知道？你家才有见不得人的事儿。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妈最近不太喜欢你，所以你还是不要出现在她面前，惹她生气了。你妈不是挺喜欢我的吗？我妈现在更喜欢那个何俊一点。何俊把你的事儿都跟我妈说了，所以呢，我妈现在就觉得你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还有暴力倾向的人。所以你最近就不要出现在我家附近了，好吧？我先走了，明天不许陪我上班。何俊，你竟敢在我未来的丈母娘面前嚼我舌根子，我弄死你！哎，四爷，那一会儿让你吃点啥？哎呀 ，hello，我说，这次啊，你一定得帮我。什么事啊？何俊在你妈面前说我坏话啊，这次我绝不能饶他。那关我什么事啊？咱俩心意相通啊，你替我出主意。你看那何俊那小子，整天在你姐面前还有你妈面前阴魂不散的，你心烦不心烦？唉，烦，当然烦了。让我出主意也可以，正好我没有时间，得你帮我去做。行，你告诉我怎么做，只要能让何俊那小子消失，我义不容辞，赴汤蹈火，干什么都行。行。身体挺好的，挺好的。来，吃点东西，别光坐着。谢谢阿姨。哎，回来啦，哎主持人。人俊俊来了，打个招呼。嗨。这孩子。出窑啊？
你赶紧出来跟人俊俊聊聊天啊，等你半天了。瑶瑶，快陪俊俊聊聊天儿。瑶瑶真贤惠。妈，哎，别坐那儿啊，坐这边来呀。没事，妈，我坐这儿能听见你们聊，能听见。这孩子，你说你坐得近点儿啊，我跟你聊天这也省事儿，要不然我扯着个嗓子喊着累的我。去。啊，我这次来呢，啊，特意给阿姨带了甜品。我妈妈说您爱吃这儿的点心啊，所以呢，我正好给您带了这个。这些点心啊，都是无糖的，哦吃了对身体特别好。看这还让你妈惦记着哈。瑶瑶，我还特意为你准备了礼物。啊，准备了这个。这是干什么的呀？这是一本写成功学的书，说的特别好。他说一个人要想成功，就一定要稳稳当当的、踏踏实实的，而且呢，千万不能有那些浮躁的想法。现在有你这种想法的年轻人，那可是太少了。现在的年轻人啊，一个个飘的跟那什么似的。可不是，而且阿姨，我跟你说，像我们做这个职业，商业保险就是一个特别靠自己人格魅力和脚踏实地做事儿的一个行业。如果你想赚得多赚得少，不好意思啊，打扰一下，妈，你们先聊，我去做饭去。哎，你刚过来坐下，你听人家俊俊聊聊人生经验是吧？我买了茄子，我怕我弟不会做，我去帮他去啊。你这孩子，阿姨，您也爱吃茄子？对呀，我也爱吃。哦，而且这茄子特别好，它不仅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而且还补铁，还抗衰老呢。哎呀，你懂得可真多。你也爱吃茄子是吧？我也爱吃。今天晚上啊，留在阿姨家吃晚饭。那我就不客气了。客气什么呀，在阿姨家。谢谢阿姨。哎，茄子做的太香。瑶瑶、初晨，吃饭了，吃饭了。教你们俩呢，饭菜都好了，赶紧过来吃来。哎，老黎呀，饭菜都做好了，出来吃饭了。哎呀，今天老将没出马，尝尝你们的手艺。哎，来尝尝。哎，哎，叔叔，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我再拿个凳子。不，你是客人，你坐。好。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明天所里有个会，我得早点过去。你们吃完了也早点歇着啊。哎，何俊，今天招待不周啊，你赶紧吃完了我们送你回去。坐。别客气，我坐，别客气啊，当自己家一样啊。吃吧。谢谢叔叔。哎，好。哎，吃饭吧。哎，那咱们吃。瑶瑶，吃饭挑食可不好，您多吃点茄子。我不喜欢吃茄子。初晨，你吃。哎，你多吃点笋尖儿，对身体好，红烧的。来，多吃。阿姨，您爱吃茄子啊？您多吃点。嗨，你赶紧自己吃吧，别忙到我们了啊。嘿，这个茄子做的特别好啊，从色泽、品相、味道，简直了。而且这个火候掌握的恰到好处啊，特别适合人体吸收铁元素，太好吃了。喜欢吃你就多吃点啊。阿姨，瑶瑶真贤惠，是吧？做的饭太好吃了。下次来再让他给你做啊。哎，好，阿姨，就送到这儿吧，过2天还来呢。那也行，阿姨就不送了啊，给你妈带好，听到没？嗯，好。楚瑶，你再送人回去啊！我不送了，这是一压，这蚊子太多了，不好意思了，你这孩子。舒晨，跟妈回家啊？压什么呀？回去慢慢聊啊。嘿嘿嘿。
瑶瑶，有一句话叫“小别胜新婚”，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小别胜新婚啊，讲的就是两个相恋的人，他们有一段时间没见呢，等到再见面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甜蜜，特别的幸福，就像咱俩现在这样。我太冷了，我先回去啊。哎，瑶瑶，记得看我给你买的书。跑都跑得那么销魂。妈，我出去一趟啊。哎，你站住！干什么去啊？吃多了，想出去走一走。来来来来来，坐这儿来。还吃多了想出去走走，我不知道你，肯定出去给你姐捣乱去。大人的事儿，你小孩少掺和啊！行。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呀？啊，你不多聊会儿？我跟他有什么可聊的呀？任俊俊聊得挺好的啊，就你跟个闷葫芦似的，什么都不说。任俊俊说了啊，虽然说你身上啊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是人家俊俊和他妈妈人都不在乎啊。俊俊这么优秀的男孩子，上哪儿找去？我跟你说，过了这村没这店啊！到时候你要，到时候你要嫁不出去啊，你可别给我哭来啊！还把门给我关上。哎，对，把那个书给我。那个初瑶啊，初瑶，哎，你把门开开来，哎，人家那个俊俊给你买的这个书，你睡觉之前看看啊，他给你挑的一定不错。好的，妈，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看。乖啊，好好的学学这个维生素 C。什么孩子这是？别听他的，看你啊。200万。是的，200万。我们龙翔最近有一笔200万的资金，要给全体员工购买额外保险，不知道何销售有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负责这个订单呢？当然有。那就太好了。不过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可能需要何销售来帮忙协调一下。什么事儿？你说。你看哈，我们公司的这个保额那么大的单子，而且又是以团体购买的形式，你一定能拿到不小的折扣回馈给我们吧？哎呀，这个回扣的事儿，我还真说的不算，所以也没法给您做决定啊。这就难办了。我也是个跑腿的，说话也不算数。如果我拿不到老板满意的折扣的话，可能我就要找别的保险公司来谈一谈这个事情。等等，你看你比我还心急。这样，我回去之后呢，跟我们的本部长好好的商量一下，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那么就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喂，喂，小韩总，
我是齐毅，我已经跟那位何销售提出了订单的事情，并且按照您的吩咐跟他说了，我们需要折扣返点。很好。何俊说什么了？何俊说他能拿到的最高返点是3%，我跟他说了必须要提高，但是他说他做不了主，所以呢，我就请了他和广安公司销售部部长下午来面谈。广安公司销售部的部长？对呀，就是何俊的直系领导。行，那个我知道了。下午我会亲自见何俊的。那行，我给您预留会议室，等您啊。哦，对了，这个事儿千万别给初瑶说啊。您放心，我明白的。好。这是这个月我们开始启动的流程，本来也应该在这个月进行宣传推广，但是由于龙翔那边合约走得比较慢，所以我们前期的宣传费用可能也会推迟2到3周。宣传的时间不能往后推吗？要是往后延的话，就赶不上发布会的热度。那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们的钱不够前期宣传吗？这个比较困难，可能连定金阶段都不行。我觉得没事儿，反正龙翔都要跟咱们签了，我们先找他们提前预支资金不就得了吗？啊？喂，陆叔，怎么了？好，你先别着急啊，事情总有解决办法的。我去帮你问问韩总。郭部长，哎，您大驾光临，真的是太荣幸了。这次你们的保额比较大，小何没做过这么大的单子，我还是不放心，所以来看看。有劳您了。对了，这次你们指定要小何来受理，我听说你们老板和小何是多年的朋友。我们的老板不是小韩总，是小韩总的父亲。因为小韩总和何销售很早之前就认识，所以我们这一次才把这个单子交给何销售的。原来如此啊，小何能受到你们的青睐，真是荣幸啊。哪里啊，小韩总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两位这边请。谢谢。小韩总，广安公司的代表到了。两位请。韩总，初瑶，你怎么在这儿啊？这是……这是我的高中同学韩子墨。怎么？怎么了，何俊？几天不见，不认识了？是好久不见了。那个，齐毅跟你们说了吧，公司因为财务的原因，有一笔钱呢需要花出去。哎，你别光站着，来坐，我们聊聊。这个保险项目是您负责吧？我作为龙翔资本的少东，花钱的事儿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但我听说你们广安只给3%的折扣，我好不容易负责一个项目，连个抽成的空间都不给，合适吗？这个我们也没办法，折扣比例公司是有规定的。你是广安公司销售部的部长吧？是。我看你这部长啊，当的也没什么实质性作用，没什么话语权，到头来和外面跑销售的一样。这么大年龄了，还是个跑腿的。都是为公司服务嘛。我和业务员一样，
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这姓韩的臭小子，仗着他爹有几个钱了不起了？部长，我告诉你何俊，这一单必须给我拿下。是，我一定全力以赴拿下这单。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一直等着您呢。我觉得订单的事儿，咱们可以再聊一聊啊。你说这个呀？可以啊，不过我现在得去健身房，要不然……健身房啊，正好我也要去啊，要不咱们一块儿？走吧。小韩总你好，这是您的更衣室钥匙。韩总，订单的事儿，你这速度也太低了吧！我这是中场休息，太累了。5公里以下还不如不跑呢。哎，韩总，韩总你干嘛？不是，哎，韩总，好了，这也太快了！跑完5公里来找我。5公里？韩总，不要啊！韩先生，您的陪练今天没来，要不然咱们改天再练。那可不行，我这一天不练啊，手就生了。体格老棒了，这身材好棒！你再去找一个呀！我上哪儿给他找去？何军，上来！我上来！怎么是我？快点儿！我去啊！拿好！韩总，去哪儿？哎呦！来，站中间，来。行嘞，韩总，别，韩总，你控制，姐，干嘛呢？算一下我们前期宣传需要的费用。我已经问过韩总了，他说明天可以和你们开个会，提前商议一下前期拨款的事情。那你觉得他能同意吗？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他本身就挺看好你们公司的，反正合同早晚都得签，提前拨款也是正常流程。
要是可以拿到这笔费用，那就太好了。没问题的。何俊，喂，喂，瑶瑶啊，你干嘛呢？没干嘛。我最近真的是太忙了，都没时间陪你。你不用担心我啊。啊，放心吧，我不会担心你的。等我忙完这阵子啊，在事业上就会有新的突破。咱们的未来呢，你也不用担心了。我知道你有点小怨气，但是等我忙完这阵子啊，我就过去陪你。没事儿，你慢慢忙，不用着急来见我啊。嗯？什么意思啊？啊，努力，奋斗，加油！神经病！人来了啊，这边请。哟，老哥，这2天辛苦了啊！不辛苦，不辛苦。坐。来，这2天跟着小韩总学到了很多，成长了不少。韩总，要是没别的事儿，就把合同签了吧。没问题，合同带了吧？哎，你过目。来看看。韩总，怎么了？你这上面数目写的不对呀。数目？我看，你看这儿200万，没错啊。你搞错了吧？我之前跟你说的是2万，不是200万。不可能，咱不是说好的200万吗？贺销售，你一定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们韩总说是有一笔200万的资金，可没有说都用来买保险呢。啊？哎，老何，怎么了这是？我该怎么办？怎么跟领导交代？给，谢谢。哎呀，还真没想到啊，韩耀明还真能同意咱们的投机结果。他在圈里可是出了名的谨慎。但我看这个韩耀明就是典型的笑面虎啊，这事儿不会这么简单。喂，哎，罗叔，你在哪儿呢？不在龙翔啊？怎么了？太好了，哎，你赶快上来啊！我在3号会议室。会议室？走吧。怎么了？你自己看。全泡汤了。怎么回事？我跟他说金额是2万，不是200万的时候，他又成这样了，怎么办呀？现在？你说他不会傻了吧？要不然就签给他200万吧。
我来说吧。怎么了，何军？愁眉苦脸的。你怎么来了？瑶瑶呢？哎，保单的事你还想做吗？什么保单全都泡汤了，什么都没了。完蛋，那我这100万的单子只能找别人做了，行吗？等等，你说多少？100万？真的吗？但是呢，我有个条件。条件？你说。不许再骚扰我姐，不许再接近我的家人，还有牛思义。还有牛思义。好，我答应你。这事还是不能静了，必须好好干你的事儿啊！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别客气，应该的啊。再见，再见，不送了啊，拜拜。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我随便逛逛啊。以后没事别来公司瞎晃悠。扶摇，我刚才呢帮你解决了一个大麻烦。什么麻烦呀？何军那小子以后绝对不会再来骚扰你了。啊，原来是你啊！怪不得他刚刚给我发消息说告别。看来这小子还挺言而有信的。你都不知道刚才他有多怂。行吧，那这次谢谢你呗。没事儿，都是我应该做的。Hello， 潘总好。我爸，新义科技的人来了吗？来了，就在会议室呢。那你赶快招呼齐一下，过去吧。哎，好。子墨，回来，来，跟你有关系吗？不是，洛叔，你老跟着人家屁股后头转什么？啊？你知道为什么在公司里我会给你留面子吗？因为你是我儿子，懂吗？但是你成天要是在公司里无所事事，到处闲逛的话，就是不给老子面子。老子，儿子，懂吗？懂。成交。成交。好好的啊。总算把何军给收拾了。哎，不过老叔，这何军一走，这便宜了韩子墨呀。这下他离追求你姐可就更进一步了。感情的事还是让我姐自己做决定吧。你跟着操什么心？哟，你还挺大度的啊。我就不可能把我们家思义让给张志远。你们家思义，哎，就我们家思义怎么了？来了。哎呀，老叔，韩总，久等。来坐。我说啊，你提交的那个预支款项申请我看过了。那我们申请的款项可以批准吗？我今天来啊，就是来跟你谈这个问题的啊。从我个人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龙翔啊，他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对吧？这公司呢有公司的章程啊。你看，咱们连合同都没签呢，我怎么给你打款？我要是今天给你打了款啊，明天我这个龙翔的董事长就别做了，对吧？是吧？
韩总那边我会再申请的，你们先别丧气啊。没事，姐，我们再想办法就行，别担心了。走吧。小黎，韩总说你在新义科技的这个项目上表现得非常好，所以他决定让你继续跟进万和地产的后续融资项目。万和地产？对，这是计划书，好好看看吧。方总您好，你好我是李舒瑶，韩总指派我过来跟进后续融资。哦，哎，咱坐一谈，坐一谈，来。我们那个融资计划书已经交了，今天来开会，又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呀，速战速决，工地上好多事都等着我呢。方总，这份融资计划书不能通过，我们再写一份新的上交给董事会吧。不是，等，你说什么？不能通过？为什么呀？我可是按照条目那写的清清楚楚的呀。方总，这次万和地产申请了1亿用于竞拍，但是这份融资计划书里面写到，我们龙翔只能分到10%的利润，董事会看到这个数据恐怕有点问题。嫌利润低？你不是怀疑我从中间抽钱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份融资计划书有点问题，数据可能不太理想。黎助理，对吧？对。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你，我们万和地产和我所拿的钱，绝对没有任何的水分。我们给龙翔的分账，那是最大限度的保证了你们的利益啊！您误会了。根据31号地块的资质来看，总建筑面积应该到达20到30万平方米，税后利润应该也高达4亿到5亿。可是我们龙翔最后只能分到不到5000万，我认为董事会不会通过的。我在融资计划书里说得很清楚了，税后净利润很大一部分是要先还银行贷款和工程款啊。这部分占比太大了，我们可以通过压缩工程造价来解决。不可能。方总，我们楼盘的造价本来就高于其他楼盘，所以我们应该从根本来解决问题。这是胡闹，成本不可能压缩的。方总，您完全是在坚持没有意义的事情。我没有意义？哼，是你懂还是我懂啊？我还不需要一个黄毛丫头教我什么叫有意义。我盖房子也不需要一个外行对我来指手画脚。方总，您别动怒，小黎也是就事论事嘛。那这样，明天你们跟我一起去工地，自己去看，眼见为实。我总不能再忽悠你们了吧？你好，这是万和地产的施工项目吗？哦，对，我们找方圆，方总。方总啊，你们是方总的朋友吧？啊，方总就在里面了，直接进去就行。行，谢谢啊。哎，等会儿，我给你们拿俩安全帽啊，进工地一定要戴安全帽，好吧？谢谢啊。没事儿，走。他这个位置，你看没有？就那边那个位置啊，咱呀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图纸施工。是啊，咱们要抓进度，好吧？好的。哟，去，赶紧落实去吧。啊。哎呀，你们还挺准时啊！你好啊，方总。走吧，我带你们四处看看去。哎，等一下，都得看呐。你要不想看呢，那就拉倒。反正黎助理也觉得我们万和不值得投资。不过你们来了一趟，拍个照片回去交个差，也行。那不行，我要过去看。琪琪姐，要不你在这等我吧，我跟方总进去。算了，一起看吧，一起看。
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小姑娘，好好看看我们房地产行业的工作环境吧。啊，走，哎，小心，走，来，慢点啊。哎，拉你们一下。哎，慢点。哦。走，从这儿上去啊。哎，方总，你等一下，还往上走啊？这也太危险了，连扶手都没有。说你们娇生惯养吧，还不爱听。工人天天从这儿走上走下的，谁也没说过危险呢。怎么到你这儿就全成事儿了呢？琪姐，没事儿，我扶你上去。还是李助理胆子大些。好，我带你上去看看，千万别腿软了。等一下，我觉得他说话怎么有点奇怪呢？咱得小心点儿。咱们就是来考察的，他不会拿咱怎么样的。走吧。走。小心啊。哎呦，怎么啦？哎呦，我好像是脚扭了啊！要不我扶你下去休息吧？啊，不用，你赶紧上去看吧，看完了咱们早点回去。我没事儿，我一个人慢慢的往下挪，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行，那我先上去，我赶紧回来。哎，你小心啊！啊，行。两位请慢用。就昨天那场面啊，我真的是进退两难。幸亏你来得及时啊，要不然我估计……反正谢谢你啊。我也是为了帮我姐，可不是为了帮你啊。罗叔啊，我以前觉得你一直是个小屁孩儿，没想到现在又开公司当老板了。再加上何俊这事儿啊，我对你真的是刮目相看。以后呢，咱俩就是兄弟了。你要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哥帮你办。我还真没什么事情需要你帮我办，主要是这件事情关乎我姐一辈子幸福，作为弟弟的不能不管。还有一件关乎你姐一辈子的事儿，你管吗？哎呀，我以前跟你说过，我想追你姐。虽然我跟你姐是高中同学啊，但是你接触的不比我少。要是说真了解她的话，可能你比我了解的更多。哎呀，反正我已经把你当兄弟了，我就不给你拐弯抹角了。你帮我追你姐。哎呀，磨叽什么呢？赶紧的！哎，你们另一个呢？啊，琪琪姐脚扭到了，去下面休息了。那行，咱走吧，小心点啊！哎。姑娘，你咋了？这是？啊，没事，我脚扭了。哦，那边有个木箱子，你去休息一下吧。啊，谢谢啊。不用谢。走，这边来看看。这么高啊？这点高度算什么呀？这对于我们整天扎在工地上干活来说，那就是小菜一碟儿啊。怎么了？李助理有点害怕了？没有，就是感觉挺危险的。危险确实是有点儿，可是你来考察，我总得带你整体的看看。你看这儿呢，视野开阔，整个工地呢，那个现状都在你的眼前。怎么说，你也是投资方的人，不敢怠慢，你说是不是？
我们这儿的情况呢，已经开工3个月了。目前的这个进度呢，比预估的要快。工地每个人都配有对讲机，随时沟通，加快进度。商场的设计呢，每层都有它的主题，所以呢，装修的风格也有相应的差异。